总统蔡英文今仔接见前英国首相特拉斯，望讲会当继续强化甲英国的关系。特拉斯嘛表达支持台海和平，提倡经济北约的概念，做回来对抗中国的威胁。另外，520是总统就任7周年，在野党嘛进行施政总体检。前英国首相特拉斯访问台湾，19总统蔡英文接见。特拉斯学到台湾是世界经济引进，台湾面临中国威胁，英国非常清楚爱维持台海和平，民主世界也爱支持台湾，也提出经济北约的概念来对抗威权。I want to see the development of an economic NATO, where countries that are like-minded and support freedom and democracy work together economically to challenge coercion by authoritarian regimes. 对英国让台海议题从区域提升为全球议题，我要表达肯定跟感谢。总统蔡英文也希望强化甲英国的经贸关系，进一步签署经济协定。蔡总统要拼外交，520就要就任满7年，在野党开记者会施政总体检。林焕仪民众党指挥蔡政府7年设30多个国家队，组织是上过济，成效无好，拢是口号治国，应该回归专业。不断的成立国家队，叠床架屋，这个就是现在目前蔡政府失灵的一个问题。这仿佛都是说的问题，都是人民的问题，都是青年朋友问题，政府没有责任。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荒谬。国民党基金会民调是显示，蔡政府伫解决贫富差距甲居住正义表现满意度较低，经济问题严重。不过民进党是表示，经济民调满意度超过50%，蔡政府继续展现对进步价值的坚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